咱再来关心轻度风台威拍，气象署伫11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风台伫今仔明仔载2天通过巴士海峡，嘛是上挖近台湾的时阵，东部就要注意落大雨，搁花莲台东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。炎天赤日头，互人目睭闭袂紧。风台外围定降，各地是高温烧热，尤其北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连续高温。风台微弱，现时以24公里的时速向北西移甩。风台持续接近，有计18中昼左右，东南部地区就会开始变天。18下晡到19是风台相对上接近台湾的时阵。预计它的暴风圈将会掠过我们海警的范围边界，那其实离台湾也是蛮近的，而且未来后续还会有稍微往西北移动的趋势。到明天可以看到，从宜花东一直延伸到恒春半岛，预计都将有机会出现大雨或豪雨，尤其是花东的山区将有机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。根据每12点钟雨水量的预测，18过头了，南部甲东半部午后开始落雨，日头落山了，东半部雨势加强，东半部雨区按宜兰到台东恒春半岛，19日时啊雨水嘛变真强。气象专家分析讲，微拍风台群流大，通过巴士海峡的时阵，会卡到海警范围边缘，不过离陆地阁有一距离，未发布入境。要注意年度的大潮，礼拜西半部西南的地区要注意海水倒灌。尤其是在高屏沿岸这一带，因为它的地势比较平坦一点，所以说如果潮位很高，然后风又比较对着陆地吹的话，就容易引发一些海水倒灌。分析师讲，微拍在雨甩过程外围环流卖带来强阵风，尤其基隆北海岸甲恒春半岛风势更加强。气象署已经针对13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按今日开始都要注意有平均风6级以上，还是阵风8级以上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